個沙皇彼得大帝嗰陣時25、26歲，喺英國除咗上解剖堂之外咧，日頭真係會着住工人衫、搬木板、打釘去船廠學造船。但係晚上咧，佢就會同大群嘅隨行人員瘋狂 party， 每晚狂歡狂飲。屋入面嘅家私啊、地板啊，全部都整爛晒。彼得大帝甚至會坐喺單輪嘅手推車，俾其他人推住佢喺花園狂奔相撞，好似玩緊碰碰車咁。花園都俾佢哋踩到爛晒。佢哋其實係借住喺英國作家阿 John 嘅莊園，係英國政府特登借嚟招待沙皇嘅。貪佢實際咧就靠近工業區，方便沙皇去船廠。住咗大概3個月，John 就好心痛咁話：我間屋完全俾人摧毀咗啊！英國政府就賠咗佢當時差唔多一整棟屋嘅價錢，即係而家嘅大概10萬鎊。下一集就會揭開點解沙皇會咁失禮咁破壞皇上身嚟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聽佢悲慘嘅童年。